但是我们夫妻关系是在咱们的一个老化，一定是往下走，咱就出生0岁开始到终了，一定是一天拢行于老化年龄嘛。到人愈活愈少了，无可能。对啊。不笑人啊。那个是寿命啊，我说那个年龄啊，一定是刚刚步入老化年龄，要不然在我们1公尺以下，前2个会传染。我应该是在放，你认为我对啊，我应该来做，对对对，我1公尺来对啊，你要换一批啊，要换一批，无啦，赶快啦，没有啦，咱家己伫家是更休闲啦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咱伫家交流交流，你课堂上无可能解决安尼个，无可能解决安尼讲。因为咱拄仔有这个机会，咱平常时有这种课程，咱互咱讲去养生，知影讲咱平常时要安怎保健，所以拄仔借由这个机会啦，互练习，大家互相共同学习安尼。好，来小汤，因为咱个人浅浅的讲，不要耽误很多时间嘛，所以讲。你讲我呀，我那个也聪明点讲，聪明啊，你大家讲啊。啊，紧啦，我嘛袂意犹未尽啊！你甲人诈骗他养生，对啊，意犹未尽。咱的即摆讲咱的小肠，其实小肠呢，就是身体咱一寡血液、一寡膀胱的尿液吼，在输送，伊的排，也是在排血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咱的咱拄仔讲的吃中药，上班吼，这样一定下来。咱这天咱食啦，如果若上班族无一定，做业务的无一定，上课的无一定，因若时间人来赶个，从台湾传说啊，会保落用早饭很多食，对啊。所以咱的作息吼，咱浅浅的作息通通是正常的。你若一般人外口做农商安尼，你讲你咧做工课，最好爱食一顿饭，最好爱困一醒，拢无可能的。所以咱嘛是爱做工，咱去爱当迄个。伫即个所在吼，安那修行，搁会当顾身体，搁时间很自由，但是嘛是爱咱的经济许可啦，咱就尽量讲要趁钱呢，我们赚钱之余也不要忘了养生啊，真正身体爱顾，身体无顾啊，就常常咧讲啊，你身体毋顾来，要去顾山头哦，所以讲。第二，印做大声的人，但是特别爱看啊，有当时啊，咱有当时啊，身体状况咱家己先清楚，其实做嘢出问题，做嘢咧安怎，咱家己拢想清楚，因为咱的症状就是好看两种，你是有症状，其实拢来反应，你是你有没有那么快去查解方面症状的？像我们上次那个潜水啊，红症潜水。它的症状上来拢有显现啊，你是无去注意，你才惊咯。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出产点心，伊家己拢骑车骑起来去买菜，行跌倒，这他没有注意，伊要去他跟自己去拿，前一天才出车祸。伊家己骑跌倒的呢，就是掉毛，所以伊的身体情绪开始变哪部你的某一个地方才变回去。咱平常时啊，若就是身体的情绪吼，咱爱去注意，不要说啊，无啥啦，咱拢是来拖，嘿吧，拢好大注意。我们更浅显吼，就是第一个安尼理解，出血大出血，他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心脏血压的，别的伊就是拢看有些拢无咧控制过啊，无咧减，然后血压无减。血压啦，所以要一个是我听讲来讲，伊就是吼，比如讲讲吼，伊平时做咱做点啊项个，搞阮两个代志，讲安尼，讲伊的性格是拢安尼，讲搞阮两个代保佑吼，伊会安怎样？伊就是安尼，伊太无控制伊会啊，就是药啊，拢无爱食，就是药啊无食，药啊无食袂使。搞阮两个代保佑吼，没有，所以呢，伊啊嘛，信这新闻不啦，不要拢弄在啦，嘿，咱也是啊，这个没啦，你唔是我来讲，伊信这，阿姨啊，你信你我，
嘿啦，我讲你是啦，所以讲哦，嘛就是我们所有的毛病吼，高血压甲糖尿病吼，拢互你袂记起。你袂使讲吼，我是迄个老母娘啊，70年，我拢着爱咱家己做起来。以前我着爱讲，我的阿爸吼，因虽然讲是咱道中的前辈者，不过伊若艰苦，伊一定爱看医生。一定看医生食药啊，伊袂讲我来求一个迄个猪皮头啦，是讲求一个咱的迄个成本的用啊代，安尼伊绝对无安尼做。过来讲，咱道亲吼，伊互我大家吼，敢讲嘛是，咱一个嘛是真无奈的代志啦。咱会中会着比较中风会通常做调血经死亡吼。就是咱平常时啊，拢少去咧注意着，咱是毋是第一有遗传无，有患病无？第二，咱的饮食内底有反式脂肪摄取太多没有？反式脂肪就是人工奶油，乳马林的呀，松奶油的呀。反式脂肪跟反式脂肪在我们日常，尤其咱做起来饮食内底。真济，90%、91%以上，因为吼，尤其那个油炸的高温油炸，所有脂肪类经过高温油炸都会变成粉质。所以讲吼，咱若要食健康，就爱迄个嘿，爱用穿烫的，用凉拌的，脂肪咱嘛是有需要，咱人体也是需要脂肪。可是这个脂肪呢，要很健康的脂肪，不是反式的脂肪。反式脂肪，人工奶油，咱食面包内底拢99.9%拢是反式脂肪。所以讲吼，这个很重要。会造成欧米伽面包内底完全拢是反式。所以讲吼，咱第一就是讲高血压、糖尿病，一定爱看医生，食药啊，西药控制，中药通血路，若糖尿病就补脾补肾，若是迄个高血压，就是爱通血路，一定绝对一定爱西药控制，袂使讲老母娘咧甲伊咧甲保养，咱就毋免去食药啊，迄拢随时会发生。话30几岁尔就中风，有若较幸运的，就是发的尔，栓塞尔，较严重的就是脑溢血，那个非常严重的。所以讲吼，若讲到这个，就讲到红症的问题，说实在的啦，应该吼，咱的道中内底，咱的太甲咱的以前吼做者，这信息是安怎？因为代志若发生吼，所以咱这个人才教育班拢摆了这种养生课程。而且给咱到现在饮食习惯变管，咱就是增加咱的饮食营养占很大的因素。所以讲，要安怎做咱就是这样。其实也不要太过于惊恐。有当时有人讲啊，医生嘛讲啉咖啡无好，但是咱有当时会讲说，咖啡有时候。为了咱来讲身体状况只是少了生活品质，偶尔浅尝啊，不要说完全。然后你也医生中医来讲，伊拢有建议咱啉咖啡，他都不建议，因为咖啡其实含茶类拢赶快啦，一起咱的品质疏松啊。但是讲我们也不要那么过量啊，每天啉5杯，一天啉3杯，甚至大家都啉2杯，那个有点太过量。咱就偶尔浅尝。咖啡的味闻起来比你其他对不对？有时候光闻那个味道啊，精神、心情，就很愉悦。所以其实今晚咱常会太过于害怕，就是跌倒车，它的适量，但是你袂当讲，我有食不济，你也无食不济，变你食了。你是1礼拜你无食不济，但是你1礼拜拢有食过，还是你讲我是2礼拜才食一次，还是我1个月才食一次，你叫无食不济，因为每
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，所以吃东西饮食先天的条件，和遗传疾病是嘛是用无咱高体态啊，经济啊，得啊糖尿病咱拢是食重口味，高血压跟糖尿病都是因为我们爱喜欢重口味，嘛是家庭因素起来啊。你妈妈若自细汉爱煮重口味的，其实咱食正咱就食袂好哦。你听妈妈老是煮正正，你比如到现在这个点啊，两点钟啊，你就讲我们的饮食不常啊，这个都是饮食跟我们先天咱的生活起居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会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其实迄就是咱自细饮食就要把它调整好。我你讲真诶，要较大汉，要来讲，食较正诶啦，莫食重口味啦，莫食油啦，所以真诶咱敢有法度知？依咱即摆调节要正要食啥的，拢无同款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哦。哦，他们要共款啊，我要大辣，你中辣、小辣，大家对他们定义嘛无？所以饮食，他们的作息，这拢是安那，互咱有一点仔参考。咱进佛堂去意识着咱每个浅显把咱这里心理走路，但是忽略这个部分所以咱现在比教育，咱的学界教育，那我安排这6大领域，包括饮食，让他讲，包括这种记忆课程，让他互咱养生，甚至陶冶心性，在咖啡，在这东西不对，所以其实都有安排有照顾员，如果在学校。咱大个就是讲，就平常时啊，可能即个领域咱才要接触着，慢慢咱若有上，咱若个无上学对教育，咱嘛有听讲，即摆教育咱的人才教育情况大概较多元啦，跟体系刚刚辅导，咱嘛有心灵上面的，咱嘛有这些挫折的时候，咱去甲别人成全别人的时候，咱要先给咱自己情绪，你要去抒发别人情绪的时候，要先来抒发自己。所以一点辅导课都有，所以说谁咱哪能够去整个人才教育班其实可以去尝试看看，其实比人才教育班上面的领域是很广泛的，以及它经典，以及它教育，加到有包括，但是其中6大领域里面，起码把咱全方位的把它，然后跟他招生没有，就是说咱国场其实也意识到，咱起码以前的经费状况。所以平常时啊，咱拄仔讲啊，再拉回来刚刚那个点，你平常时要有健康小毛病，你身体哪里不舒服，你就要警觉，咱就要有警觉性。咱若惊讲咱的医学常识啊，你若毋知讲我做个安怎，咱就讲我自己要来安怎自己要有一点警觉，去寻找方法，去问别人。尤其咱是对医学常识差无哪灵啊，或者去问别人，但是要问对了。我们下几个偏方比较多，人家